画面中这一名白衣男子出来倒垃圾，把他呢这个桶子里头的杂物丢到了车斗之后，他手上呢还拿着一支球棍，气冲冲的敲打垃圾车的后斗，甚至呢又拍车窗。他火冒三丈，在现场呢大声嚷嚷，清洁队员呢下来阻止他，大声的理论，甚至呢还作势要拿木棍打人，双方一度发生了冲突。那么这是在台南永康区，这名50岁的李姓男子倒垃圾的时间，他先出来把厨余倒了，又返家要拿另外一袋垃圾，没想到说呢出来的时候垃圾车已经开往下一站，他气到呢回家去拿球棒，骑摩托车追垃圾车，还怒喊说呢为什么不等我，理智线整个断了。事后呢清洁队根据呢这个垃圾车周边的行车记录器画面以及监视器，已经到警局去提告妨碍公务跟毁损。为了倒垃圾动粗，这名男子恐怕得要吃上官司。东森新闻在台南的采访报道。